复胖带粉丝减肥第一天，晚上开练。这是今天中午吃的。晚上继续开始，先做跳绳热身，跳绳1000下，100个一组，跳绳10组。跳不动你慢慢跳，跳不了就爬楼梯。跳绳结束后，我们直接开始力量训练。啊，冲啊！第一个动作跪姿俯卧撑。第二个动作跪姿俯卧撑后坐。第三个动作跪姿爆发俯卧撑。第四个是转式俯卧撑，手比成转式形状，放在你的胸口下方，身体垂直，腰不能往下塌，腹部要绷紧。左侧肩部俯卧撑，抬起右脚，右侧。以上动作做3个循环，做完之后拉伸一下自己的胸部。晚上主打一个饿，一个番茄。